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幣加課嘅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你哋嘅幣加課，我哋專門會用最輕鬆簡單嘅方式去帶大家由零開始，一步步去了解加密貨幣嘅世界。咁喺呢條片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快啲俾個 like， 如果準備好就 OK，Let's go。好，今日我哋嚟分享一個超有用嘅概念 FVG。首先 FVG 嘅全名叫做 Fair Value Gap， 中文就即係公允價格缺口。簡單啲咁講咧，就係由3支 K 棒而形成中間嘅一個區間。咁我哋以呢3支 K 棒為例啦，當第二支 K 棒出現咗爆量上升嘅時候，而呢個第一支嘅高點同埋第3支嘅低點中間嘅缺口，佢係冇任何影線穿過嘅，咁我哋就可以叫呢個叫做 FVG。咁上升嘅時候佢就係咁樣啦，綠色 K 棒，下跌嘅時候就通常紅色 K 棒啦。咁呢度有一個缺口，咁呢個又係一個 FVG。咁通常呢啲缺口咧就係代表住市場嘅一啲不平衡。市場咧好多時一段升勢或者下跌之後咧，好大機會會翻返嚟呢啲缺口去回補而取得一個平衡嘅。其實 FVG 就係莊家留低嘅足跡。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首先佢哋嘅資金比較集中，所以當佢哋一次過落大量訂單嗰陣，就會令價格升得好快，而當中會有啲交易咧係未完全成交晒嘅，所以咧呢個區域就會吸引價格之後翻返去完成埋未完成嘅嗰啲訂單。如果你都想提升你嘅交易技巧，或者揾緊一個好嘅學習環境、好嘅學習群組，其實你並不孤單，即刻 scan 畫面上嘅交曲加入我哋。好，而家試想像一下，呢個市場上面咧出現咗一對好靚嘅限量版波鞋，收完即止。而一條好有錢嘅千足蟲 BB， 佢好中意呢一對限量版波鞋，佢好想佢每一隻腳咧都可以着到呢一對限量版波鞋。咁佢就一次過買咗大量嘅貨。呢個時候，因為千足蟲 BB 買咗太大量嘅鞋，令到市面上嘅鞋得翻好少，變到好罕有。咁大家都知啦，越罕有嘅嘢就越貴噶啦，所以價格咪升到好高咯，俾呢條蟲炒到貴一貴。喺呢個時候，千足蟲 BB 佢仍然都仲係好貪心，因為佢仲有一半嘅腳未買到呢對限量版波鞋，佢想買埋剩低嘅波鞋。但佢亦都知道依家呢一對波鞋喺呢一個價格太貴啦，佢又唔想用咁貴嘅價錢咧去買剩低嗰啲鞋，所以咧佢就慢慢咁將啲鞋買翻出嚟，一邊套利嘅同時咧，市場上又多翻啲鞋啦，咁呢對限量版波鞋嘅價格咧又會降低啦。喺呢個時候，貪心嘅千足蟲 BB 就會攞住佢賺咗嘅錢落嚟呢一個平啲嘅價格買埋剩低嘅限量版波鞋，然後再一步一步咁將呢對限量版波鞋嘅價格去推高。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知道咧，千足蟲又代表擁有大量資金嘅一啲大戶啦，限量版波鞋咧就代表其中一種嘅幣種。咁依家喺呢個實例上面咧，我哋又見到啦，千足蟲咧又準備要買波鞋啦。咁佢咧一夜就買咗好多波鞋啦，令到中間呢度出現咗一個 FVG 缺口，咁我哋就可以標記出嚟啦。咁我哋咧就可以等待價格回到呢個 FVG 嘅時候咧，就進行我哋嘅多單交易啦。咁見到啦，價格最後就係回踩咗呢個 FVG， 而我哋都已經喺呢度等候多時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睇準呢個 FVG 而進行一個多單交易。止損我會放喺 FVG 嘅底部，而止盈我會嘗試擺喺前高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睇下價格嘅走向。好，咁最後我哋可以見到價格佢回踩咗呢個 FVG， 回補咗呢個缺口，平衡咗呢個價格嘅時候，價格就一路向上升。佢2次呢度都冇跌破，最後就突破咗前高，順利達到我哋嘅止盈地方。而呢一個就係我哋點樣運用 FVG 去計劃同埋進行一筆簡單又輕鬆嘅交易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嘅分享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但如果你話喂，幣加課聽完都唔係好明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留言，或者喺資訊欄你會揾到我嘅 contact 直接聯絡我。下一集我哋會講另一個秘技，有興趣就留意我哋下一條片啦。拜。